台中5车大排水沟，还有鱼仔集体来死亡，总共捕起来420公斤的死无过鱼。不过，常常发生着鱼仔集体死亡的事件，嘛，互地方非常的困扰。 一只一只冰大的乌龟鱼浮伫咧水面，日头哪晒，空气中拢是歹味。5车大排最近阁传出鱼阵死亡的事件，当地民众是真无奈，里长的头嘛真痛。拢逐工伫咧运动，啊，有行一个哦，那个味道真是受不了。啊，这个民众一再的反映啊。 市政府那边都没有结果了哈。市府环保局接到通知，就随派员处理，拢总有420公斤的鱼仔尸体放好起来。过去市府就捌伫咧5车大排做水质的改善工程，不过拢无效果，几个月就会发生同款的情形。民代嘛要求相关的单位就要赶紧检讨来处理。希望我们市政府能够。 一次解决，找出问题，解决问题。市府嘛表示，这个水经过检测，重金属甲化学的部分拢是正常，初步判断是无活水加上大细流的影响，地水污染物累积，才会造成生态灾难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